中國人講句説話，腹有詩書氣自華。咁點解我哋嘅小朋友喺屋企嘅表現同今日喺台上表現覺得咁唔同嘅咧？其實講得好好嘅，佢唔係啲詩書識晒，而係咧大家細心咁諗，當佢哋去學習規矩、學習點樣去行 catwalk、點去講説話嘅時間，導師其實用咗好多心機去消化咗我哋中國嘅詩與書，跟住同佢哋用佢哋明白嘅言語喺有限嘅時間內解釋俾佢哋聽。可唔可以俾啲掌聲俾阿 Louis、Amy 同埋咁多位嘅搞手、主辦單位、協辦團體？因為冇佢哋建立呢個平台咧，根本上小朋友唔會有呢個學習嘅動機與機會。今日亦都唔會有呢個頒獎禮。咁所以非常感謝主辦單位阿 Louis 同埋 Amy 咧，佢哋嘅悉心嘅培育。我係作為扶輪嘅前總監啦，好有機會、好有幸咧，係同國際唔同地方嘅人接觸，從而我會覺得明白到我哋嘅文化，我所代表嘅喺香港嘅中國文化，同一個嚟自唔同地方嘅人，可能非洲，可能係歐美，可能係其他太平洋島嶼地方人嘅思考方法、做事嘅習慣、講嘅説話嘅意思都有唔同。呢一種嘅認知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好重要，因為冇自己嘅文化做底蘊咧，其實同呢啲外國人接觸嘅好蝕底。所以非常感謝我哋咁多位教育界嘅朋友、咁多位家長喺文化傳承，讓小朋友了解佢自己嘅國民身份，佢本身嘅文化底蘊，從而表現出嚟，從而識得去喺呢個世界上其他人自處應該點樣用咩態度。非常感謝咁多家長同埋教育界嘅朋友喺文化傳承嘅路上，將會睇到你哋，我哋繼續攜手，大家唔同嘅界別共同努力。好到唔阻大家時間，咁精彩嘅 catwalk， 期待來年將來有更多咁精彩嘅 catwalk 嘅比賽，俾我哋小朋友可以觸目成長。多謝大家。多謝方先生支持。好，有請回台下。